好多香港朋友原來唔知道，內地都可以領退休金。今日我嚟到市民服務中心，幫香港街坊辦港澳居民居住證。有咗呢張證，就可以申請城鄉居民養老保險。城鄉居民養老保險重點規則：只要累計繳滿15年，滿60歲就可以每月領養老金，一共4個繳費檔次，800幾蚊、1200蚊、1400蚊，最高1800蚊年。好多長者會問，就快60歲，唔夠15年點算？未滿60歲可正常參保，達到60歲唔夠年限，需要延遲繳費5年，即延至65歲。65歲仲未夠15年，可一次性補齊剩餘費用，之後開始領養老金。已經超過60歲唔可以參加居民養老保險，不過唔使擔心，無論幾多歲都可以參加廣州城鄉居民醫保，一年549蚊，政府財政補貼820蚊，同廣州本地人享有完全一樣嘅醫療報銷待遇。高齡長者都無限制，仲有邊度唔清楚？想確認自己符唔合資格，直接PM66 1對1詳細解答。